多謝主席。首先讚揚下局長同埋你嘅團隊啦，確實你哋嘅努力咧係見到成績，我諗數字已經説明咗一切啦。咁但係咧，我認為咧，我哋當然唔能夠沉浸於所帶嚟嘅滿足啦。咁我哋要再做好啲，特別咧係細節咧係決定個成敗嘅。咁我見到咧，剛才講嘅工作計劃裏邊咧，有好多比較大型啲嘅活動啦，等等。咁但係咧，去到一啲我哋俗稱細眉細眼嘅一啲嘅地方咧，我哋有冇機會可以有足夠嘅人手繼續睇下點樣去改善呢？咁樣咁可能局長都知道，因為我服務嘅選區就係西貢萬宜水庫嘅東壩。說實在，我5月2號我都入咗去睇。我同意行政長官所講嘅秩序係大致良好嘅，係啊，因為之前呢，我都知道旅遊事務專員呢都同我開過跨部門嘅會議，不同嘅部門持份者一齊好努力同埋咧喺短期內有啲改善嘅工程係做咗，所以咧今次喺5·1黃金週咧喺東壩嘅情況咧係理想嘅。咁但係咧我睇到因為個趨勢係越嚟越多旅客入去睇一睇東壩嗰啲景色啦，咁所以咧特別咧係比較多的士咧入到去東壩嘅單程路嗰度咧，其實呢個係存在問題。咁所以我頭先講個細節，第一個問題就係會否可以積極考慮引入呢一個嘅觀光電瓶車喺東壩單程路嗰度行走呢？因為其實我都有問過啲的士司機業界嘅，其實佢哋都唔想入去嘅。因為咧入去咧要排隊一個潮水式咁樣放入去東壩啦。咁其實咧簡單嚟講，佢可能個零鐘咧只係做一支旗嘅生意，其實佢都想掉頭走嘅。咁所以呢一度可唔可以引入呢一方面嘅觀光車，亦都可以增加旅客嘅體驗感咧？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行政長官曾經講過，我哋要咧係把握個機遇，將呢啲人流咧係變做資金流嘅。OK， 咁咧我見到咁多人去東壩旅遊，但係我都有同翻西貢市中心一啲業界去溝通，譬如開餐廳嘅飲食界啦，仲有酒店啦，其實佢哋仲有空間，認為咧點樣去將人流帶動去西貢市中心，我哋香港嘅後花園去消費咧？呢個可能要花少少喺細節上，譬如係咩咧？講緊嗰架專線小巴，佢只能夠去到北潭涌，其實我哋都好想佢去埋市中心，令到啲人可能去完東壩啦，咁佢都可以去消費，同埋或者係睇下市中心其他一啲好特色嘅一啲漁村嘅風貌等等，都係可以帶動個經濟。咁希望咧呢啲細節上呢，除咗我知道你好努力去做一啲好大型活動係有效嘅，咁但係呢啲細節上嘅有冇機會可以再改善下？如果做得到嘅話呢，就我諗係比較更加理想啦。局長，主席，其實我哋明日咧都會有一條口頭質詢咧，就係講呢一個題目嘅。咁我都預計咗咧，李議員啦或者其他關心嘅議員咧，都會同我有喺呢方面會有啲交流㗎啦。咁我諗係嘅，我哋點樣可以喺東壩嗰度咧，即係唔好話今次黃金週我哋過關大致暢順，我哋就覺得即係以後沿用呢個就已經足夠，都係不可自滿，沒有最好，只有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咁所以咧剛才提嘅會唔會係話用電瓶車或者係話即係有一啲嘅限制唔係可以無限量嘅車咁樣入去？我覺得長遠嚟講，我哋係需要考慮呢一方面嘅。至於係去市中心咧，呢個其實一定係一個好嘅計劃或者好嘅建議，但係咧西貢嘅市中心其實亦都係路少。亦都係即係嗰啲停車位係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咧要點樣做先至可以又唔影響到市中心變成一個大塞車？因為現時喺北潭涌嗰度咧就比較簡單，喺嗰個東壩同北潭涌往來咁樣，會唔會將嗰個塞車嘅問題蔓延咗去市中心，就變成更加難處理咧？呢個我相信旅遊事務處同運輸署係需要即係認真去睇一睇。但係我同意，如果係能夠有方法將呢啲嘅旅客帶到出去市中心咧，就當然係對市中心嗰個商機咧係會有好嘅影響嘅。多謝主席。